过去家己的普仔卡，也就是铺子，是真繁华。这条路就有3间戏院，最近才有举办一寡和电影有关系的文书活动，带民众来感受苏东升的闹热。放以前电影的歌曲，向大家讲解埔子较早影视娱乐的发展。家己县埔子水道头文创园区的老校长宿舍，当咧举办影视文化的活动，希望更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。属于埔子当代的这个早期对于戏院的印象，然后这些元素融合在这个活动里面，然后也规划了在水道头这里规划一个展区。分享地方历史的老师讲，埔子以前上闹的时阵，一条路顶面就有3间电影院，阁有会当互千外人看戏的剧场。希望会当用活动的方式，让这个历史通互少年囡仔知影。对那间荣昌戏院更了解了，就是知道埔子在地以前的一些知识、一些历史的文物这样子。不只是娱乐，还有政治，还有很多面向。那它不只是一个建筑而已，是整个人流最高的。希望这个活动是一个开头，把埔子的整个海线的影视文化，整个把它带动起来。家己县文管局表示，2027这2天伫水道头文创园区室内有历史讲座分享、甲电影文物展览，室外阁有放电影甲表演活动，阁利用水道头文创园区打造复古主题的实景旗头壳活动，希望会当透过耍的方式来认捌传承在地文化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